心建成，你有你講，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澳門開講，我係主持人李慧瑩。今日同大家一齊嚟探討一下，我哋而家最近係開學季啊嘛，但係咧好多學校其實都好搶手，某一啲類型嘅學校咧，就尤其是我哋嘅中葡學校，可能就好似冇以往咁搶手啦。咁究竟咧，我哋澳門啊，想要打造一個中葡人才嘅平台，係咪咁易咧？咁點解我哋嘅家長咧又唔係好希望自己嘅仔女行上呢條道路，中間有咩障礙咧？今日我哋請咗兩位嘉賓同我哋一齊探討呢個問題㗎。身邊呢位大家都好熟悉啦，公職人員協會會員大會主席山圖老師啊，山姐你好。你好，各位市民你好。今日我哋都好開心請到我哋嘅老朋友時事評論員余榮讓余老師㗎，你好。你好，觀眾好。我哋都好歡迎大家，尤其係家長啊，打電話上嚟同我哋一齊探討下，你哋希唔希望自己嘅仔女學葡文咧，行上呢一個中葡人才嘅呢條道路咧？或者你哋心入邊嘅顧慮係乜嘢咧？我哋電話係28789192，或者通過熒光幕上面嘅網址，同埋我哋澳門開講嘅微信發表你哋嘅網上建議㗎。首先一齊嚟睇下今日澳門有咩重點新聞。社工局目前有148宗領養家庭輪候申請，當局收到棄嬰個案之後，隨即安排收養配對手續，經飼養1年同局方評估合適之後，有法院判決關係成立。社工局兒童及青少年服務處顧問高級技術員黃慧英指出，要求1年內要完成整個領養程序，不過因為法律程序複雜，可能需要咁多個時間先可能完成。佢表示，由2000年至2015年，本澳有33宗成功收養個案，其中2宗有海外人士申請。各方資料顯示，本澳今年棄嬰個案維持個位數，當局會視乎嬰兒嘅需要，評估領養家庭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嘅領養條件，並要評估領養者嘅健康、經濟、個人家庭背景、照顧能力以及將來嘅管養計劃等社會條件。復活節假期最後一日，旅客陸續離開澳門。有香港旅客表示，喺澳門逗留咗2日，主要係賭場娛樂，酒店嘅服務質素已係吸引之處，價錢亦未算太貴，但認為澳門冇更多地方可以吸引佢逗留咁長時間。另外有香港旅客表示，雖然知道澳門以前係小漁村，但城市發展迅速，認為依家好難揾到具有漁村特色嘅景點。議員何任心喺書面質詢促請政府完善問責制，研究構建針對官員決策失誤或者不當等導致公共利益受損嘅公開調查程序，建立完善與問責法律相配套嘅制度。同時促請當局增加施政透明度，保障公眾知情權。好啦，翻嚟澳門開講嘅現場，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葡文啊，都係我哋澳門嘅其中一種官方語言之一嘅。但係咧，就隨住澳門回歸之後啦，呢個葡文嘅地位咧，就可能就受到一啲動搖啦，就唔似以前咧，大家可能覺得，你識葡文咧，其實係真係入政府啊，或者係行上一條比較好嘅職業道路必須嘅一項技能㗎。咁而家好多家長佢哋自己本身都唔識葡文，所以佢哋為自己嘅小朋友選擇方向嘅時候咧，都會有相關嘅顧慮㗎。咁3、4月份係一個學校嘅入學期啦，咁其實我哋嘅中葡學校嘅收生咧，連續幾年咧都係有一個下跌啊，麻麻地嘅一個趨勢嘅。咁其實我哋即係中葡嘅呢一樣嘢，葡文咧喺我哋澳門究竟而家係一個點樣嘅地位咧？或者我哋葡文學咗出嚟之後咧，我哋可以做乜嘢咧？咁家長究竟佢擔唔擔心自己嘅小朋友即係學咗葡文之後，未來佢哋嘅發展道路係如何咧？或者我哋都先想問下我哋作為家長啊，余老師都係家長之一咧。咁我都想問一問余老師啊，即係我哋都係即係屬於中國人嘅一個華人嘅一個範圍啦。咁你如果作為一個家長嘅話，你覺得我哋小朋友如果佢選擇咗葡文呢個方向，佢未來嘅職業選擇有邊啲呢？我想聽下余老師講。職業選擇有好多嘅，咁啊當然你對比回歸之前呢，一種官方語文以前係葡文，現在2種官方語文，即係中文根據基本法呢個當然係官方語文啦，另外規定葡文也是官方語文。咁我哋唔好計較嗰個也是，總之2種都係官方語文，但係由1種變2種呢個已經係有差異。如果政府唔做啲嘢呢，咁呢個差異呢，就任由自己去選擇，當然就會越走越遠，越嚟越少人係選讀葡文嘅。即係我覺得政府要做啲嘢，等市民知道葡文嗰個重要性喺邊度，作用喺邊度。嗱，我哋學一種語言，可能係講佢實用嘅，
亦都可能興趣啊。你見喺香港、澳門好多人學韓語喎，即係攞嚟揾食係咪嘅話，其實即係喺澳門，你覺得會有邊一啲方向可以靠葡文嚟揾食咧？我哋話，如果淨靠揾食嘅，咁啊當然仍然都係公職嘅，公職好多範疇咧，都仍然係涉獵到呢個葡文嘅。咁另外我哋打造一啲平台咧，例如中國同葡語系國家嘅經貿合作論壇啊，咁我哋有一個常設秘書處嘅，咁山圖斯女士都曾經做過最高負責人啦。咁呢個平台咧，唔好得個講字，係要做。因為幾年前溫家寶總理都嚟澳門出席一個部長級嘅會議啊，實際上係促進到一啲嘢嘅。嗱，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唔嘥好多個時間。安哥拉，中國大陸同安哥拉石油呢個貿易咧非常之多嘅。以前安哥拉咧係佔中國入口嘅，佢係第2位。現在已經爬咗沙地阿拉伯係第1位啦。咁澳門作為一個中間嘅促進者咧，係起到啲作用嘅。你再講耐啲嘅，以前安哥拉有少少反共嘅，點解能夠同中國大陸嘅關係咁好啊？即係澳門係有個功勞，所以好多香港嘅朋友佢係唔明呢啲咁嘅實質上嘅嘢嘅。山圖斯女士喺佢在任都應該係有好大嘅功勞。咁所以我哋唔能夠忘記我哋起到咩作用。如果我哋要打造好呢個平台，我哋成日都講一個平台一個中心啊。平台就講呢個平台啦，中心就講呢個世界旅遊一行中心啦。但都要國際化嘅。咁葡文係我哋基本嘅官方語言咧，係不能忘懷。我反為咧提醒一啲父母，往往當人哋唔諗呢樣嘢嘅時候，你諗咧你就精嘅。我睇翻回歸前咧，係有好多內地嘅新移民，佢嚟到澳門，可能因為家境嘅問題啊，佢讀咗啲公立嘅學校。當時未係全面免費教育噶嘛，咁你見到一啲讀咗啲公立學校嘅人咧，佢由於葡文係啦啦聲嘅，佢變咗政府部門一級級升到局長級，大家都見係嘛？我哋唔應該歧視新嘅移民，融入咗澳門就得噶啦。當時佢行嗰條路，你發覺佢係啱嘅喎。咁往往現在如果人哋忽略嘅時候咧，我覺得你諗一諗係咪都有好處。另外最緊要我覺得咧，澳門嘅學校都要做一啲嘢，就算唔強制規定要學葡文咧，係咪做多啲嘢促進咧？香港你規定要學英文㗎，你見到香港幾任嘅特首講英文啦啦聲嘅，但澳門嘅特首咧就唔識葡文嘅喎，係咪？咁呢個咧因為環境嘅原因造成嘅啫。咁如果作為政府促進學校多啲推動葡文，我覺得有好處嘅，可以半強制啊，唔好話完全強制啊。我記得我以前讀書，我讀英文部嘅。我哋讀英文部都可以揀讀多個葡文或者法文，咁好多學生係有讀葡文或者法文嘅。咁你俾一個選擇佢，就好過完全佢唔讀。我規定你要讀是第一種，咁呢個咪有一個政府嘅行為咯。如果政府從來唔做嘢嘅，你學唔學葡文都算數，咁整下整下咧，可能真係越嚟越少人去入讀去學葡文㗎。至多或者佢需要嘅時候咧，另外喺第二啲學校學咧，因為我以前都試過喺唔同嘅地方學，例如喺一間夜中學，我讀過2年嘅葡文。但舊時讀葡文咧，仲有樣嘢難嘅，我哋要買凌格風啊咁嚟學。我覺得澳門政府咧，既然呢個官方嘅語言係有葡文存在咧，應該係教材上都做啲嘢。你政府都冇做呢樣嘢，唔掂喎。以前我哋學葡文，乜都冇做過。仲有因為官方有出啲字典啊嘛。官印局有出噶嘛？舊時有位副主教顏冉若副主教，佢有編輯一本嘅葡文字典噶嘛。但係如果政府好似山圖斯女士話乜都唔做嘅時候咧，就會越嚟越差咯。係，其實我都想問一問珊姐，即係其實珊姐你自己喺一個中葡嘅呢一個外交界咧，都算係即係我哋嘅頂尖人物啦。我都想問一問珊姐，其實你會唔會最近睇法係嘛？唔係，即係其實我想問一問，係咪我哋最近咧，即係入行嘅呢啲年青人，佢哋識葡文嘅嗰啲比率係低咗，咁或者係俾我自己睇我嘅睇法啦。當時我記得回歸之後咧，就第一件事我發覺到咧，就係整個政府個部門個去向啊，好似咧就先落實中文係啱嘅，因為回歸前咧全部係葡國人管治澳門咧，就中文應該行先。不過咧就係感覺到咧，全個政府都係想轉晒中文咁。
喺2003年，我最開心一樣嘢係咩？當時咧就係成立個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當時吳儀副副總理嚟澳門嗰時咧，就官開幕嗰時咧，就係宣布澳門咧就當作中國與葡語國家嘅平台作用。咁當時咧2003年，我抱着一個好好嘅期望，終於咧都有人普遍咁樣會係啦，普遍會學葡文啦。因為當時回歸前，我哋學葡文時咧，就上學嗰時唔俾我哋講中文㗎，如果你講中文就罰錢㗎。咁回歸後咧就係全部轉晒中文，就少人讀葡文。咁咧就係我諗住當時2003年中央政府都支持我哋澳門啊，澳門特區政府肯定會有政策落實點樣葡文普及化，或者咧點樣可以推動到澳門市民能夠學到葡文。好可惜，過咗13年，仲加今時今日越來越少人讀到葡文。點解？有幾樣嘢，一樣嘢第一就係冇落實嗰個中葡嗰個教學個政策，即係你睇到澳門好多學校咧都冇鼓勵私人學校能夠有最少一科學葡文，中葡學校個葡文咧就教到唔係十分好。另外咧就係冇政策冇嗰個鼓勵。俾啲私人學校咧，細到啲家長咧，能夠咧就係啟發到佢。如果你讀咗葡文之後咧，就有咩出路？呢樣嘢係冇做過。另外你睇到鄰近啲國家，好似新加坡咁、馬來西亞咁，啲細路仔咧一出世咧講幾個語言，又講得好英文，又嗰個中文、普通話等等。馬拉話係啦，如果你個細路仔一出世嗰時，你俾機會佢接觸幾個語言啦，好容易咁樣學到㗎。嗱，好似我舉個例，我講翻我自己個仔，我細個嗰時我同佢講葡文、講英文同埋講中文嘅，至今佢啲3個語言都做到。點解我哋澳門經過咁多年，同埋中央政府支持我哋特區政府？有關政府部門，包括埋特區個特首唔落實呢個政策，呢個主要個政治嗰個決定咧係要好強嘅。另外咧就係能夠咧就係使到我哋啲年青人知道讀咗葡文同中文有咩去看，將來咧就係點樣可以揾到出路。嗱，好似舉個例咁樣，當時我哋喺政府部門。曾經有一個行政企業公職局，當時個葡國人係副局長嚟㗎，就係啟發到我哋有一班土生葡人，包括我啊、高天賜啊，個個都要讀㗎，讀中文。點解咧？佢話你讀完中文之後咧，我哋會有機會俾少少津貼你㗎。咁我哋大家咪一齊讀。我86年開始讀㗎，讀到今時今日，我自己都覺得我中文唔係好足夠。不過咧就聽講話我普通話咧就好過好多人。不過咧就要經過係長時間先能夠可以啦，有個鼓勵俾我哋讀書。而家現時你淨係講話落實中葡經貿合作，有個經貿合作有咩出路啊？政府部門，你第一樣嘢咧，你遞個履歷入去咧，一見到你淨係全部識葡文就擺埋一邊，即係冇個鼓勵整個政府部門有嗰個氣候啊，學雙語。如果咧就將來咧就做到呢樣嘢咧就係成功啦。另外咧就係喺政府部門都唔鼓勵有關領導人學習葡文，譬如果你喺政府收到一個文件。個名咧直情係葡國人嘅名咧，嗰啲有可能咧就發一封信俾你係中文嘅。包括唔淨止政府部門、行政機公職局呀，啲通告啊，當時我喺政府部門做嘢嗰時咧，我已經投訴好多次，你冇可能寫一個通告淨係寫中文㗎嘛，有好多人唔識中文都要明白你個政策係乜嘢，包括埋衛生局出啲通告關於嗰啲病例嗰方面啊，又係淨係寫中文冇葡文，即係自己政府部門都唔做個榜樣，我哋雙語嗰方面咧就點樣做到啦？嗰個檢察院都係㗎，你收到一封信，如果你係葡國人咧，佢全部寫晒中文。你檢察院你做即係查案嗰方面啊，一個葡國人佢有可能咧就用
用中文問佢嘅。咁即係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希望咧就特區政府整個政府部門，大家咧就係葡文多方面咧就係普及化同埋使用率高，咁先可以咧使到我係家長知道哦，將來如果我去考政府部門有識中文同埋葡文咧，都係有優先嘅，俾多啲分數啦，肯定會好多人會讀嘅。包括埋現時前線個公務人員，你而家係雙語人才通嘅，你俾少少津貼，肯定有好多人咧就係放咗工之後咧就繼續讀嗰個葡文。嗱，我哋當時咧就係土生葡人咧，澳葡政府嗰時咧俾多啲鼓勵我哋咧。可以咧就放工之後早少少放工，或者翻工咧就即係當一個翻工時間。朝頭早8點鐘至到10點，鼓勵你哋讀書讀雙語。有好多現時嗰啲雙語人才已經做緊副局長啊或者廳長啊等等。不過好可惜咯，如果而家係個情形發生嘅，即係換咗屆之後咧，如果啲司長咧就識葡文咧，就係歡迎你寫雙語啦。如果唔識葡文咧，唔好寫咁多葡文上嚟啦，嘥我哋時間。呢啲唔應該有咁個態度咯。所以我希望咧，就特區政府咧，就要落決心啲，有個政策，我哋要普遍葡文，普及葡文，喺小學開始，點樣嚟鼓勵啲私人學校能夠咧就係加入一科葡文，嗰啲細路仔咧從小開始咧就學習葡文咧，就將來咧就會有個機會咧接觸。唔淨止呢樣嘢，點樣可以整到澳門整個社會咧就有個真正個葡文文化？嗱，我好記得即係個葡文路環啊，葡文路環嗰度嗰5間屋啊，其中之一間屋咧空置咗成10幾年嘅。好多葡語國家啲社團咧，好希望嗰間屋咧能夠咧就俾佢哋咧就係每個禮拜6、禮拜星期5啊，即係我哋就葡語文化。因為你講葡語文化平台，唔係淨止得個講字噶嘛，要有人物，要有個環境，有個氣候，能夠咧就係聚集多啲人。不過可惜咧，當時民政總署唔知點解收埋一間屋咧，就係冇用到，即係咁多社團。寫信要求你俾嗰間屋，俾個區我哋做個氣候，我哋能夠咧就係有嗰個環境，多啲人聚集，有啲學生讀緊葡文都有機會可以同人接觸啊嘛，係咪啊？以前有好多機會嘅，而家冇晒，所以咧就係呢樣嘢咧，唔淨止係經貿方面、教育嗰方面或者文化嗰方面，個司長坐埋一齊，點樣去真正落實個澳門中國與葡語國家嘅服務平台作用。所以我頭先話咧，即係一定有啲鼓勵，有啲推動。咁其實咧，澳門嘅公立學校真係做得不足嘅。咁作為管理佢哋嘅教青局咧，可以喺呢方面真係要加把勁，做多啲功夫。作為官校，如果佢都唔推動葡文學校、葡文嘅學習，其他學校點推動咧？我覺得唔係淨接官校咯。如果你係葡文係一個官方語言咧，係全部學校都要加個。因為回歸前澳葡政府做唔到，我哋希望而家回歸後做到。因為點解中央係確實到係第13、5規劃都講清楚啦，澳門啊當作中國與葡語國家嘅平台作用。過咗13年，仲加今時今日都講翻呢個説話。如果之前2003年開始做咗個政策啦。有好多細路仔今時今日都可以講到好流利嘅葡文，不過好可惜咯。你剛才都講得啱啊！喺中葡學校學咗啲細路仔學葡文都講唔到，即係一般個溝通都講唔到葡文，所以你話點樣可以做到個服務平台都要好翻。個水平係唔夠，唔夠真係唔夠。係啊，咁其實我哋唔淨止水平葡文啊，我想講埋英文都唔得，唔係英文啊，普通話都唔得。你最近你睇到啦，通訊都傳咗有啲澳門特區政府啲立法會議員嘅普通話都講唔到，咁點樣可以徵個雙語人才咧？自己嘅母語要講得好，尤其是咧就官方語言喺國內就係講好個普通話啦。又好似我咁樣，我讀普通話讀咗成20年㗎，我今時今日都繼續學，都覺得唔足夠，因為點解？你做一個通過雙語人才，能夠可以幫到國內啲人做個好嘅生意，要2個語言都識㗎。
另一方面咧，要有機會咧，俾佢哋接觸多啲葡語國家一啲葡國人啊嘛。因為葡文咧，葡國講葡文同葡語國家非洲個講葡文咧唔一樣㗎，唔同㗎。我聽講過係。咁其實我哋而家咧都要先睇天氣啊。天氣翻嚟之後咧，我哋或者都嚟聽聽啲家長嘅意見啦。咁佢哋會唔會希望自己嘅小朋友行上呢一個中葡人才嘅道路咧？咁佢哋又有啲咩顧慮咧？我哋一陣間都嚟聽聽市民意見。而家先睇睇天氣。好，歡迎大家繼續收睇澳門開講，今日同大家一齊嚟傾傾啊！咁我哋打造一個中葡啊，一個人才啊，同埋平台啊。咁究竟我哋係咪缺人才咧？咁而且我哋嘅家長又希唔希望我哋自己嘅小朋友未來行上呢一個中葡雙語人才嘅道路咧？咁佢哋又覺得有咩阻礙咧？咁我哋其實而家線上都有一位同學仔同我哋傾下偈嘅喎，我哋聽聽佢有咩意見先。我哋有澳門學聯嘅理事長李兆祖李同學嘅，你好。係主持人，兩位嘉賓，大家好。你好，你好。咁其實咧，即係澳門啦，近年其實即係都邁向呢個國際化啦。咁其實啱啱兩位嘉賓都有提到，即係鄰近地方，例如好似香港啊、新加坡都好，即係其實佢哋發展嘅路途上面，其實都係需要一啲即係語言嘅人才嘅。咁我哋都見得到，其實澳門亦都有一個好嘅優勢啦，即係葡語方面，咁不但止澳門係一個即係定位係一個中葡嘅平台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見得到，即係澳門喺葡語嘅呢個氛圍上面，即係究竟普及未？又或者究竟其實嗰個氛圍大唔大咧？咁其實都見得到，即係可能而家我哋都見得到政府喺一啲資源啊或者等等上面都係加大咗一啲嘅投放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會覺得比較可能着重偏重喺一個嘅即係大專教育方面嘅。咁你會見得到可能喺中學生嘅呢個程度，即係或者普通可能你講話非高等教育方面啦，其實真係比較未去到做到呢一個令到佢哋有興趣或者等等。咁所以即係啱啱其實都有位嘉賓提到就話，其實日文又好，韓文都好，即係見到最近呢啲日韓嘅文化啦，咁亦都即係好熱啦。咁其實都見到學日文或者學韓文嘅人都會有所增加。咁其實就係我哋譬如見到。即係政府喺提供呢啲硬件嘅時候，其實亦都可唔可以喺呢啲軟件上面即係做一啲嘅諗法啊，或者一啲嘅投資啊等等咧。因為我哋都會見得到就係話會令到呢啲葡語係嘅。喂，你同學聽唔到清楚係信號嘅問題。可以請繼續啊。好咁樣去學一啲興趣，剛剛都提到即係其實未來可能政府教育當局會唔會可以話喺嗰個要求上面，其實亦都可以提早令到我哋嘅學生去了解到我哋嘅葡語，即係可能係大概一啲嘅情況啊，或者點樣。首先加強咗佢哋嘅興趣先，再慢慢可能令到佢哋亦都可以點樣去長遠。自己會唔會想再學多啲啊？等等，我覺得即係作為我哋係澳門呢個比較特別嘅地方，我覺得都可以應該喺呢方面再推動多啲嘅。咁啱啱亦都有嘉賓提到，即係話其實亦都講到就係其實喺一啲就業啊或者等等上面，其實葡語的確即係睇得到喺澳門都係一個有優勢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可能我哋會唔會喺社會上面仍然未睇得到，即係可能你修讀葡語係真係對你等等係好大嘅優勢咧？咁我相信即係而家澳門即係經濟進入到新常態啦。咁我覺得即係我哋亦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其實識多種語言，尤其是喺澳門嚟講，葡語的確亦都係一個相對嚟講係係啦，相對嚟講，其實真係比較係有優勢嘅時候，咁我覺得亦都政府可以推動多啲嘅青少年啊，或者學生真係去諗清楚，我哋除咗可能英語啊、普通話等等之外，即係對於我哋另一種嘅官方語言呢個葡文，亦都可以多加嘅即係去學習啊，或者等等咯。李同學，我想問一問你啊，其實你自己我相信你應該係大學生啦，係嘛？咁其實我想問問你自己有冇嘗試去學過葡文？因為我聽到好多朋友嘅一啲回覆咧，就係話我哋學葡文其實好難，而且你冇呢個氛圍，你唔 keep 住去講嘅話咧，其實就係好難去堅持落去嘅。我想聽聽下李同學點講。因為李同學聽唔聽到？佢應該聽唔到，其實唔難㗎。可能聽唔到。你對我嚟講，我哋學中文都難咯，我哋都學到啦，係有心就得㗎啦。最緊要咧就係政府有冇推廣，有冇普及化。但佢一樣嘢講得啱。你睇咧電視機都好少話出啲節目喺中文台先出啲節目教你哋點學葡文。嗱，
以前有一個節目嘅 cut 埋添，即係教人點樣嚟我哋唔好淨學習葡文係就指望冇咗啦。，譬如去到大學，澳大佢有研究葡文，但係呢個研係究啊有葡文，係但係一定要由細學噶嘛，要由高美士啊嗰啲一路咁上唔淨止先啱噶嘛。唔淨止高美士私人學校，好啦，淨係另外我哋政府做成日話咗決定文化得㗎啦。產業啦，可唔可以幫手？譬如將好多內地嘅片集啊，或者唔同嘅製作啊，譯翻葡文，有葡文字幕。呢樣嘢有做香港到。嘅無線亦都可以做啊嘛。最呢個係重要咧好大嘅，市場嘅。最重要我哋嘅特區政府咧就係落實個抉擇，我哋擺喺澳門啲電視台度，點樣嚟學習葡文？係你一直接開電視，你習慣咗，哦，原來學葡文呢句就係咁樣講，早晨就 bon dia，你好嘛，como está咁樣，一次次普及化聽啊嘛。以前回歸前你搭的士啊，搭3輪車啊，都同我哋講幾句葡文啊嘛。而家乜嘢都冇晒。或者我哋都聽聽市民嘅意見啦。我哋線上都有一位蘇生嘅，蘇生你好，蘇生聽唔聽到？呢位蘇生我相信應該係我哋嘅老朋友，應該都係佢自己本身係土生葡人嘅嗰位蘇生係嘛？蘇生你好，聽唔聽到？蘇生希望答得通咧，係或者再接過啦。阿蘇生可能一時行開咗，我哋頭先就俾佢放得太耐，好似講翻咁樣，我剛才我哋講啲小學應該咧就係學葡文自細開始噶嘛。我哋去到中學啦，中學咧有3個大學係兩個大學咧就係政府嘅，一個就係理工，一個就澳門大學。澳門大學咧最近咧聽到 IFT 咧就得個課程嘅，出咗嚟都唔識講嘅。咁就澳門大學咁啊，最近聽到有啲葡文老師咧就投訴，佢忽然之間咧就減咗個數量嚟學葡文。咁如果你係有個確實嘅政策，唔應該減。嗱，如果講得唔好聽，我哋嘅蘇生翻咗嚟啦，我哋或者繼續聽蘇生嘅電話先。蘇生你好，蘇生你好，係聽到你哋啲 technical 先係好唔掂啊，好 difficult 啊。唔好意思啊，我哋反省下。反咩省啊？況且今日個議題係講緊嘅係葡語啊，或者外語係呢一啲咁嘅嘢咧。其實基本上，我本身係一個土生葡人，我自己我有否同埋我細路哥開始學起嘅，即係唔好話難唔難，我又係葡文學校嗰啲出嚟嘅，包師高嗰啲出嚟。anyway， 我想講嘅係，即係基本上而家 nowadays 嘅細路仔，永遠都唔會覺得葡文係咪一樣好緊要嘅嘢咧？佢哋覺得係唔緊要嘅。OK，for example， 你問下啲粵華嘅學生，你覺得佢哋會唔會學到啊？學唔到，以前都有得學，而家冇啦。OK，你話以前包師高都有葡文部，但係唔知點解又冇咗個葡文部出嚟。OK， 咁再講冇出路啊嘛，啱唔啱啊？咁講話冇出路。OK， 讀完之後都考唔到政府工啦。好 better， 好，以前又係話啲人係話學葡文就係讀政府工，我想同佢哋講嘅話，我唔係讀政府工，我唔係做政府工，但係我可以咁樣講，我喺出面我見親工，我寫我個 resume， 我就算寫到我話我葡文啊外語好叻啊，佢哋都係技才，麥交呢個地方係技才，冇錯。OK，muito desculpa，麥交係技才，OK， 佢哋淨係識得用人為親嘅啫，just like our government，你而家仲衰添。係好核突嘅一件事係話，你技才嘅話，我去邊度做都冇用噶啦。我就算我寫到我份 resume 靚一靚都冇得講噶啦。你為威就請你噶啦。同埋咧，蘇生認為應該點樣？有咩點樣啊？Just like this， 我喺澳門呢個地方，我曾經接受過其中一個媒體採訪，一係咧就死心，一係就死開噶啦。對於麥交呢樣嘢。一係就死心，一係就死開啦。蘇生，我知道你都有一個女啦，係咪？有個小公主。我都想問下你，如果真係對葡文呢樣嘢咁唔睇好，你會唔會俾自己嘅女學咧？Sorry， 我一定會俾佢學嘅。呢一個係我哋嘅母語嚟啊嘛。OK， 我連白土話我都會教佢，即係連澳門土話我都會教佢。因為呢樣嘢係冇可能。我哋要堅持到底嘅。我哋嘅呢個係我嘅血嚟㗎嘛。基本上葡語呢樣嘢，我身為一個土生葡人，呢樣嘢係我 down with my blood。down with my vein。但係蘇生，我想提一樣建議，就係澳門有好多人咧，因為地緣嘅原因得到入咗葡籍啊，我覺得對佢哋應該有啲要求同規定嘅，起碼達到某個水平嘅。唔係，而家個要求咧就係睇你自己自身需唔需要學習咯。佢仲要咧，就剛才頭先阿蘇生都講得啱啊！你讀完之後，
有冇機會喺個個社會出嚟做嘢？係嘛？我頭先你講得啱啊！我話你講緊部門，你知唔知啊？你一考試嗰陣時咧，你考咧睇到你咁叻咧，好似驚咗咁，所以咧就係個政策咧就係點樣可以咧能夠咧就係吸引多真正咧就係商業。其實咧，蘇生話俾你聽咧，政府咧唔足夠商業人才㗎，之前唔足夠翻譯人才㗎。之前杜多高丁我咪話咯，啲翻譯人員去晒邊度？唔夠，要去揾人嚟外款，唔係啊？係啊，真係唔夠㗎。你周街揦一紮都有啦，即係你。蘇生啊，咁或者我問你葡語講得咁好啦，咁其實你自己而家從事嘅嘢同呢一個即係葡文有冇關係咧？基本上我而家因為 starting as 一個中小企。我開餐廳咁樣嘅嘢，我都係開翻佢都揾到空間嚟生存。嗰個嚟做翻以前葡餐啦，以前水坑尾嘅地標啦，葡國餐廳啦。自己都要做翻自己文化。係啦，希望你做翻生意興隆。我應該要做翻應該要做嘅嘢啦。咁 at least 都要依靠你自己雙手嘅係咪 ？OK，即係基本上都係依靠。我自己掹嚟做呢樣嘢啦，所以我想再問阿蘇生，你同唔同意對葡籍護照嘅持有人係要有基本語言嘅要求？你冇理由入咗葡籍，一啲葡文都唔識㗎。你基本上你去到，就算你攞住個澳洲嘅 passport， 佢哋都要識唱澳洲嘅國歌啦。冇錯啦，啱啊。我乜不啦？我自己都入 drop 啊。我揸住個葡籍護照，我都要去要去當兵，要去服兵役，都要識得去講。我都識得去唱翻，即係唱嗰個自己嗰個 anthem 葡國國歌啦。國歌呢個一定要噶啦。咁我唔係喺度掟我自己個，即係對於 China 呢個立場，我唔係，我基本上我都係聽到個中國國歌我都會轉台嘅。OK，sorry，you tell me as a hardcore or old fashioned or whatever it is， 我基本上我係話俾你聽，即係你揸住呢個護照 ，it doesn't mean you， 即係以前飛文基博士講過嘅，唔一定你土生葡人唔一定識講葡文。OK， 但係你知道你自己嘅根喺邊一度。for somehow 喺澳門開講呢個群組，我試過俾人哋攻擊過啦。因為我有少少反共嘅言論啦，我俾人攻擊過啦。咁樣基本上我可以咁樣講。咁即係每一個即係咁樣講啦。我咁樣講。蘇生，或者我哋時間問題，我哋有另外一個觀眾都等緊我哋㗎啦嚇。多謝晒蘇生同我哋傾咗好耐啦，都講咗好多佢哋嘅有心聲啦。我哋聽下一位李小姐電話，李小姐都等咗好耐啦。李小姐你好。都係啱先打上嚟啊，專登撐下李場啊，係啊，見到阿珊姐喺度。你好，李小姐。咁咧嗱，我就以即係我哋華人嘅角度嚟睇咧，同埋我所接觸㗎啦嚇。我哋有澳門咧98%咧都係華人。其實葡國人管治澳門幾百年咧，係一個好大嘅錯失。佢係應該係推行葡語咧，應該喺回歸之前嘅，唔係回歸之後咧，叫做老一輩都應該。後知後錯，先後覺其實太遲啦。因為點解咧？嗱，因為佢哋回歸前咧，佢哋為咗要維護佢哋少數族裔嘅利益，所以冇致力推廣，因為我個接觸，所以變咗我哋嘅上一代，甚至乎我哋嗰輩咧，基本上家長都唔會識葡語嘅，所以佢更加唔會致力咁向佢嘅下一代推行，尤其是更加你回歸咗之後先冇呢種推動力，所以你而家推行咧，其實係回歸之後咧係難上加難，再加上嗱，老實講，有心做到嘅李小姐，有心做到嘅，係好辛苦嘅啲僆仔，你見到嘅，就算你唔講葡語咧，佢本身而家讀緊嘅英文啊、中文啊，再加埋其他嘅美術科學嘅科，佢已經係好辛苦嘅。教育咧就係太辛苦啊，唔係行我哋聽緊，李小姐，喂，係我哋聽到嘅，聽緊。因為啲細路仔讀書真係好辛苦嘅，澳門辛苦。其實聽緊你講嘅。咁我講得未啊？講得。嗱，因為而家你睇到嘅，即使你而家冇葡語都好，而家啲僆仔係非常之個厭惡情緒咧係好嚴重嘅。再加上而家你物質太多引誘啊，太多打機咁嘅。如果你再加多科葡語嚟壓落去嘅話咧，我相信而家啲僆仔咧更加我所接觸㗎嚇。更加厭惡程度逐加乜嘢？你反為咧，佢出嚟做嘢之後，即係我所接觸㗎嚇。佢出嚟做嘢之後，除非佢入政府工，
根本佢哋嘅眼光，佢未必喺澳門㗎。我去到外國，英文係首選啊！你一定要面對現實。咁我話我時間就係咁多，英文同葡文，你俾我揀啦，揀下英文可以一齊學㗎。嗱，如果再我講李小姐，你俾我講講啊，俾我講講好嘛？嗱，我以前喺中學讀書嘅時候，我一齊讀讀嗰個葡文、英文同法文㗎。所以我今時今日我都講到好流利法文嘅，所以冇問題嘅。細路仔咧，你至少俾佢讀書咧。我講就係普遍性啫，即係你係特殊好啦。唔係，你聽我講啦，阿李小姐啊，如果細路仔咧，你俾機會佢接觸多個語言咧，佢自動會學習到，唔需要話強制式讀到咁犀利。我以前都教過中葡學校㗎，我氹仔同澳門嘅。我明白你喺3、4歲呃佢最好添。係啊。細路仔喺6歲之前啊嘛，我都學過。我都學過兒童心理學㗎，但係問題係而家你要明白，我哋呢一輩，我哋嘅上一輩本身都唔識葡語嘅，所以更加唔會擺落去㗎。你明白？因為你已經錯失咗一個推動葡語嘅葡國人咧，已經錯失咗。所以咪希望而家真係正式去推動咯。阿李小姐，其實如果你自己，你會唔會希望鼓勵自己嘅仔會宣本學啊？我唔會逼佢。我會俾一個自由嘅選擇佢，因為我覺得父母唔應該做一個直升機父母嘅，我會盡量俾佢自由選擇。如果都學校有嗰個課程咧，你唔需要逼佢嘅自然嘅學習到㗎。我唔會逼佢，因為而家啲課程已經好緊㗎啦。咁你見到佢哋有冇興趣啊？你啲小朋友？而家講緊將來喎，唔係而家嗰啲喎，將來啲細路仔。將來因為我個身邊有個朋友，佢將來我希望我哋將下一代嗰啲細路仔可以精通兩語。李小姐，其實你啲小朋友即係佢哋而家對葡文呢一樣嘢係有冇興趣去學習咧？而家肯定冇㗎，據我所接觸，佢哋話係葡文係都幾難學嘅嘢。佢哋覺得好難學係嘛？因為你要好似譬如你好似啲土生咁唔同啊嘛，佢身邊成紮都係嗰啲人啊嘛，佢冇語言環境用啊嘛。我覺得唔係逼啲細路去。多謝晒李小姐，咁我哋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要先去廣告或者廣告翻嚟，我哋再同我哋嘅家長一齊探討呢個問題。好啦，歡迎繼續收睇澳門開講。其實大家都見到啦，即係關於呢一個中葡學習啦，我哋即係都其實社會上嘅意見都唔算太統一嘅，或者我哋都繼續聽市民意見。我哋線上有一位馬生等緊我哋，馬生你好。誒，杜生你好，阿葉生你好，你好，馬生。我想講嘅嘢咧就係真。有陣時咧，我哋即係我係葡國人啦，佢有醫院咧，費事講邊個醫院咧，你去到度睇醫生咧，佢俾個 form 你填冚唪唥差啲中文。我唔係好識中文，冇叻寫個地址啊嘛。佢好似唔知點啊嘛，真係好鬼亂嘅。可唔可以話咧？可唔可以有關部門咧，即係同嗰啲就醫院啦，至少你都寫葡文或者英文啦。你土生仔，我覺得土生咧好叻㗎，土生人。即係個識寫葡文啦、英文啦，我讀過法文，我都讀過好多文㗎。所以唔係OK 嘅。我覺得係應該係有俾啲小朋友學埋葡文，因為而家中文都好多書讀㗎啦。俾埋一個班佢讀，同埋第二樣嘢，我而家都翻譯官啦，我覺得翻譯官我有朋友咧做翻譯嘅，佢一個400零點。都我覺得好少咯，即係我覺得太少。高級技術員咁咩？係啊，都好少400零點，我覺得好少。因為我聽我朋友講啲咩國語普通話啦、英文啦、冚唪唥文都好叻啲啦啦聲嘅。咁應該嗰啲啊俾高少少俾高少少人工佢哋啊嘛。特別職程嚟㗎，特別職程。係職程太少。反而係特別職程嚟，多少少㗎。係啊，如果就譬如一個驚佢 superior 都係430，佢多嘅大家同樣話，即係 superior 嗰度冇咩做坐喺度，即係我唔係話針對某個部門。但係又要睇佢考邊個位啦，或者個位唔需要咁嘅條件，但係佢具備咁嘅條件咁又。因為翻譯官咧，如果頭腦好清醒，一講即刻要翻譯，佢差唔多個電腦都唔夠佢快講翻出嚟。咁咪嘥咗人才啊！係啊，所以應該嗰啲係好嘅，因為而家好多地方咧，文化都唔同嘅。我啲葡國人咧，我哋早晨見到啲人換啲係早晨，啲人唔答你嘅喎，澳門人，我覺得奇怪，求是葡國人要換即係換波定或者人哋會答，澳門人而家好似有少少唔知點樣啦嚇，點都好啦，希望都係有個葡文咧，俾啲市民一路學都好嘅，或者識少少葡文好過乜都唔識咁。要引導啲細路仔。多謝晒你嘅意見，馬生。咁我哋下一位就有個斬生在線，可能聽錯，唔知係咪？斬生你好。係。你好，請講。而家佢講緊啦。係啊，我哋同你講緊，或者你熄一熄電視嘅聲就可以同我哋直接溝通啦。簡生。簡啊，簡比安簡。簡生。OK，你好，簡生。單個簡。
請講。我個意見係好簡單嘅啫。好啊。基本法定明一國兩制，咪兩個語言嘅。係啊。點解我哋學校唔跟基本法做呢？每個強制性學中文。中國學校有學葡文學中文，即係咁樣簡單好多嘢嘅。因為我咧經驗咧都有多少，而我哋見到澳門街仲加需要葡語中語，最好係兩個咩個銜接咧。好多時我哋睇嗰啲部門行得唔好咧，cut下咧，因為一啲唔識葡文，一啲唔識中文，係溝通存在問題啊。好多時咧係運作上咧有問題嘅，特別係嗰啲法院啊嗰啲地方嘅，嗰啲唔係嗰啲學唔學到仲有實在學一個語言唔係咁困難。好似頭先嗰幾位都話，我哋嗰代咧個個都學3個語言嘅。我唔覺得係咁困難。我咧係覺得唔係咁困難，所以我哋咧你冇好似香港咁啦，香港都2種官方語言嘅。問題，因為香港個個都要學英文嘅，點解澳門街唔學葡文啫？一樣嘅啫嘛，道理一樣嘅啫。最緊要政府有冇決心？教育局規定咁咪得。政府有決心就得㗎啦。政府教育局規定。啲細路仔係引導佢哋學習多過。冇計嘅，我哋如果要澳門好嘅，真係愛澳門嘅。中意澳門嘅，真係要學嗰2個語言。多謝晒你嘅意見啦，決定係澳門係當作中國與葡語國家平台啦，係咪？其實就多平台都有講，所以我就話要做啲葡文嘅教材咯。呢個由政府做係好嘅。係，我哋仲有一位李生，仲想同我哋傾偈。李生你好。係你好。我覺得咧就頭先呢個李小姐講得啱嘅，就係話葡國人都統治澳門400年，佢自己本身就好怕澳門嘅中國人學佢嘅葡國文化，尤其是葡語添。我唔知佢咩理由啊。呢方面同英國人唔同睇法。我個人經驗咧，我就1999年回歸前咧，就我就有幸咧，因為有個土風舞團冇人拉手風琴，特登揾個人咧，叫揾葡國嘅人嚟即刻教我啦，學葡國音樂。你好。即係我可能澳門最後一個學正式由葡人教嘅葡國音樂一個人，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而家你推廣阿珊姐，你叫特區政府推廣葡文教育咧，我覺得真係難上加難，因為而家我哋特區政府咧有決心可以做到嘅。最重要投放資源去學咩？學普通話。因為唔淨止普通話，而家學校咧而家都推行普通話教育，尤其是中國嘅語文啊。連我哋嘅廣東話都可能幾乎有可能越嚟越少人講添啊，更何況係葡語。我覺得咧，如果澳門啊講真，一個唔係因澳門葡國統治咗400年之後留低嘅中葡文化嗰種，其實係澳門一個好重要嘅文化資產嚟嘅。若果澳門冇咗呢啲咁嘅地緣價值咧，同一個中國某個城市嘅情況仲有乜特色嘅優勢可言咧？我覺得大家應該作為澳門人咧，應該捍衞翻呢啲澳門有幾百年嘅。我哋唔係有啲戴有色眼嘅狹隘民族主義嘅角度去睇，即係話呢啲係葡國以前唔好嘅嘢蝦我哋嗰啲，我哋唔講。其實文化資產係屬於全世界嘅人，我應該共同擁有嘅財產。既然我哋有呢種咁嘅地緣文化咧，我希望即係你哋有關嘅你哋阿珊姐啲有力人士咧喺嗰方面希望你哋更加着意去捍衞翻保護翻呢啲個文化價值係澳門存在嘅一個機會咯嚇。我講到呢度嚇，多謝晒李生啊！李生嘅話都其實都係一個屬於我哋澳門自己嘅特色嚟嘅。咁我哋最後仲有一位陳生，我哋聽埋陳生先。陳生你好。你好啊，李小姐。係。你好啊，余老師。你好，陳生。你好啊 ，Lita。我唔叫你珊姐，我叫你 Lita 嘅。我哋幾廿年嘅啲故嚟㗎。係啊。咁咧，正先咧，你哋開場咧，嗰位蘇先生講嘅説話咧，佢話就念葡國國歌啊，呢番説話咧。我哋呢個蘇先生講呢番説話，應該俾翻我哋港澳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嗰啲華人聽下，點為之嘅？唔好嘅個成日都話洗腦，愛國愛自己國家係必然嘅。係啊，唔好喐得咁多話洗腦，學多啲嘢唔係洗腦，學多啲嘢。係啊，同埋咧，阿 Lita，我話俾你，我就同我借你嚟俾下個澳門嗰啲青年聽下，唔好成日又話又要嗌生，又要嗌死，又話要揸到吉大髀啊！以你當年時，我識你嗰陣時，你嘅職位係副局，你都去學葡文，點解冇人話？唔係去普通話係對唔住，你想去北京學普通話，冇人話你話俾中國洗腦。
冇，我去嗰度學習啫，係咪啊？所以就話俾啲後生仔聽，你哋唔好你自己冇料，你就唔好怨天怨地。呢個世界係公平競爭嘅，我哋要適應㗎新個政治環境。公平競爭嚟㗎，唔係話一出嚟就話喂呢個社會欠我幾多，呢個世界國家欠我幾多，一定要最好調翻轉頭問一聲，你為國家同埋呢個社會你貢獻咗幾多？我希望我哋澳門啲家長。你唔好下下都話佢學唔到嘅學唔到。阿 Lita， 當年時我哋喺大三巴同大炮台嗰間，而家話尋寶堡嗰度，同你哋啲土生反嗰陣時，我哋都學到啦。我哋普通咪都學到啦。我同你阿家姐安娜我都學到啦，係咪啊？咁有咩咁難啫？而家我哋冇用，同埋仲有一樣嘢喎。嗱，我讀書嗰陣時，我喺大史山嗰度銀業嗰陣時。當時我哋係每一個禮拜有一堂葡文嘅，阿余老師唔知你記唔記得係1、2、3號嗰陣時取消晒嘅啫。同埋鄭先話齋，我哋係按基本法辦事。基本法既然係中葡雙語，點解特區政府唔跟據嗰個基本法做教葡文，同埋喺文件嗰度中葡雙語並照？我就希望你哋阿 Lita 唔好講笑，我而家講翻真嘅呢句説話。我希望你哋公職人員協會同埋阿高天賜阿高議員都係我老友嚟嘅，一齊督促特區政府按基本法辦事，尤其是第38、第39條。好啦，時間等你哋回應下啲朋友啦。多謝晒陳生，我相信高議員一定聽到咗。我哋最後仲有少少時間，3分鐘左右，兩位麻煩總結下啦。阿余老師先啦，好嗎？咁頭先講到個出路點啊，即係。出路咧係好複雜嘅，但係講翻實際用途，咁起碼日常生活好似頭先講填個表格，你都要容許人哋填葡文啦，因為有啲朋友佢好可能係唔識中文嘛，個地址佢識葡文，咁另外提款單、存款單都要應該附埋個葡文，你攞幾多錢啊咁，等個人知道啊嘛，呢啲好基本嘅啫，你做開一張咧，全部照印嘅啫，係嘛？即係唔應該喺呢度咧搞啲咩花樣，搞特殊咯。係啦，我認為咧，即係回歸之後咧。澳門特區政府咧係做得未夠嘅，係應該真係做多啲嘢。既然國家都訂立咗一個國家級行為嘅中國同葡語係國家經貿合作論壇，上次秘書處喺澳門啊嘛，點解澳門唔推動多啲咧？係咪？咁冇幾耐就會又有部長級嘅一啲嘅會議㗎啦。咁係咪要更加做好啲？唔係點交代啊？係啊，我哋聽生姐嘅意見啦。我意見咧都係繼續咁樣講，要政府咧真真正正咧落實嘅政策，同埋咧就係回應基本法要求，除咗中文以外咧，就葡文咧係官方語言，係從小開始喺個小學開始咧，就希望咧，希望咧就係細路仔開始咧就學習葡文。好啦，高等學校咧就係可以啟發到嗰啲學生咧就學多個語言，俾多啲機會佢哋去葡國深造，就係唔係要佢哋還錢？好似以前我去葡國讀大學嗰陣時，唔需要翻嚟還錢，俾機會咧，能夠咧就係有一個語言環境，識多啲人去到葡國咧，識多啲人咧，你肯定都帶動多啲嘅文化嚟澳門。同時咧就係統計政府部門嗰個翻譯人員足唔足夠？如果唔足夠咧，做個研究個人才嗰方面咧，係點樣可以咧就培養新一代咧，可以做到個翻譯，我哋使到各個政府部門啲文件咧，唔係因為翻譯唔到咧阻礙個工作，包括埋咧而家你開個電腦睇個立法會嗰度啊，我哋啲翻譯人員係好辛苦嘅做好多嘢，不過有好多質詢咧，就個幾月咧都未翻譯到葡文或者未翻譯到中文啊！呢樣嘢咧就係可以睇到咧，政府咧係唔足夠個翻譯員自己搞啊！如果你有個機會研究整個澳門嗰個人才係需要幾多雙語人才，肯定細路仔啦，爸爸媽媽肯定一種擺佢讀葡文啊！佢讀完葡文，雙語人才精通普通話、中文。廣東話同埋葡文啊，肯定咧就係擺佢細個讀葡文，跟住咧就係有機會喺政府部門做嘢啦。同時咧就希望咧就係有多啲機會製造嗰個
葡語文化嘅環境，唔係淨止係嗰個物件，即係有嗰啲教堂啊，係葡國式啊等之類啦，都需要有多啲人物可以喺嗰度，使到咧就係其他國內啲人嚟澳門啊，真正都係有個氣候同個葡語國家嘅氣候，可以回應我哋國家對澳門咁大個期望。招牌嘅規定中國與葡語國家嘅招牌我哋唔講嘅，招牌我哋寫咗好多信俾政府啊。不過羅蘭文司長好好啊，改緊㗎啦。聽完之後我都想學葡文啦，多謝晒兩位嘉賓，咁我哋聽日澳門香港再見，拜拜。